工产硕专班正式启动。永丰银行2017年起，甲成功大学产学合作，有继未来3档，达成运用 AI 人工智慧提升营运效率，培养数位金融团队，甲打造金融生活圈等目标。并为了促进学用合一，成功大学甲永丰银行开办产学专班，目的希望会当培育更多会当跨越沟通的数位金融人才。我们2个产硕专班的设计，从数位金融人才来看，可以只是一个班，但是我们照顾到了从原来比较多基本上在财务金融已经有背景的同学，能够去纳入、去吸收他在科技上面的需求。那换一个方向来说，由资工系启动的领域呢，就必须去完整的在培育出原来也许在金融领域已经有一些背景，不过在科技的成长上面，以及那个技术的连接跟应用上面，还没有那么样的完整或者那么样及时到位的一些背景。这个在精神上都花了我们几位主任，还有我们相关参与的处长们，许许多多的时间，我要衷心感谢。因此，这个场合其实宣示的不仅仅是我们在台湾最重要、最优秀的大学，能够跟银行一起努力一个新的里程碑。跨领域的人才，也就是我们在谈说拍型人才，就是那个 Greek 那个拍就是上面横一样代表沟通，但是它需要2个支柱。跨领域的专业去能够成就整个未来国家或者整个产业、整个社会的推动的力量，是需要这些 talent， 它需要这个更足够的这所谓跨领域的这个知识型。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才有今天所谓的这个产硕专班这个概念出来。主要就是说，因为这产硕专班不像另外的产硕班，就是说我们就透过跟这个资工学院还有管理学院2位院长呢。互相这个讨论很久，希望都能够成立所谓的这个像这些资讯还有管理的跨领域的人才。成功大学甲永丰银行共同开办的产学专班，自今年3月19日起启动首届招生报名，9月正式入学。总共有财务金融专班名额10名，金融科技甲资讯工程专班名额12名。专班学生除了有安排寒暑假到永丰银行实习，也则是提供论文研究等资源。实习表现优秀者，阁会当提前得到聘用机会，一毕业就会当马上就业。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